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0月初六。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6篇第1节到12节，耶利米书第25章第1节到14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13节到1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健全的信息。咱搁一摆伫经文倒转来到伫即个耶利米先知书，咱也拢知影，先知的责任就是要来传上帝的旨意，不但是传，而且爱安尼照实安尼讲出来，一点一画拢袂当加，也嘛袂当少。亲像耶利米书25章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安尼讲着，讲上主搁再派伊的仆人先知恁来传话，恁总是毋听，也无要插，因劝恁放弃邪恶的生活，改变罪恶的行为，通好互恁得到继续留伫上主赏赐互恁，甲恁的祖先做即个永远基业的土地顶悬。因也劝恁毋通去敬拜服侍别个神，毋通拜你所做的偶像来激起上帝，伊就袂来处罚恁。先知好若亲像咧抱怨，以色列人民虽然听到先知忠心的传讲，但是却犹原心不为所动，因犹原无要听先知的话，因一心一意，敢若想要敬拜家己认为是对的即个偶像来离开上帝。圣经佫讲，对亚文的囝约西亚做王，统治犹大国第13年到今仔日，拢总23年。上帝不断我讲话，我也不断恁来传达伊的话，恁总是毋听。第7节，圣经佫讲着，但是上帝讲恁不但是无爱听，反倒当用家己所做的偶像来互伊激起，为着家己招来这的处罚。问题是在伫这的以色列人，因无愿意听先知的话，因无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并毋是先知无忠心传达上帝的旨意。上帝忠心的仆人必须爱将上帝健全的信息一点一滴拢总来传达互这的以色列人民。因应该着爱尽心来担任这个传话的职责，因为因若无忠心来传讲，就是甲遐的假先知是共阵的去啊。传讲毋是咧传讲家己的话，因这假先知是传家己的话，毋是咧传上帝的旨意。因所传讲的是假信息，造成这个以色列人心内愈来愈硬。好若是亲像上帝的先知所讲的，拢是袂当入耳的，所传的拢是假。所以造成以色列人民心内更较硬，无愿意回转来向上帝。非常明白的，上帝的仆人先知职责就是要将上帝的话来考劝以色列人来回转向上帝，也亲像进前咱所分享的，先知的话
是要来亲像一个禁止进入的即个标志，互人有警醒，互人袂去踏入去伫迄个危险的所在。不过以色列人却选择目睭掩起来，无要看，继续冲入去伫迄个禁止进入的所在。也就是亲像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伊讲遮的以色列人家己遭受到遮的处罚的代志。事实上，应该毋是简单上帝仆人，遮的先知应该爱坚持传讲上帝的旨意尔定。基督徒应该拢着爱坚守着上帝所赏赐互咱健全的信息，这就是亲像先知所咧传讲伊的目的同款。先知传讲上帝的旨意，公布上帝的规范，就是要爱互以色列人，或者是讲军队的人有一个规范，通好来遵照。就好像亲像伫埃及的旷野40年的以色列人同款，因伫旷野的过程的中间学习用上帝诫命做因生活的准则。保罗甲提摩太讲：你着爱坚守我所予你迄个健全的信息，做你的规范，也着爱接受我甲基督耶稣结连所得到的信心甲疼心，着爱正着带伫咱内面的圣神来持守，迄托付互恁水甲好。伫即个所在，保罗所强调迄个坚守即个健全的信息，就是上帝的美善，是对上帝的信心来。以及需要实践的疼心。保罗安尼讲是有伊的背景，因为当伊搁再一次受到逮捕的时阵，亚细亚的基督徒因为着家己自身的安全的考虑，大多数毋敢承认伊。保罗讲：你知伫亚细亚省的人拢气杀我。迄中间包括非基督甲乌摩基尼在内。虽然照圣经的记载，因毋是背离信仰，但是就亲像耶稣基督受领迄个时阵，伊的门徒彼得也为着即个自身的安全。伫假提进前3摆无认伊共款，这是真互人感觉艰苦的事。保罗提到一位基督徒，伊的名叫做阿尼色弗，因一家人。这个人就是无惊吓，坚守着健全的信息，因不但无有拒绝承认保罗。因搁较真主动为着保罗做济的事。保罗提到讲，愿主怜悯阿尼色弗因一家，因为因几若摆鼓励我，互我的精神爽快。伊无因为我做求仇来感觉见笑。一到罗马就四界来找我，找到了后就来关心，愿主互伊会伫迄个日子得到主的怜悯，直到伊伫以弗所所为我做济的代志，你是拢真清楚。其实这真正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要安怎伫这个上重要的关键时刻，坚守着上帝的真理的原则。健全的信息，毋是为着个人的安危，毋是为着个人的利益，
私人的关系来行偏差的道路。这是现今咱基督徒你我应该爱去接受的。诗篇66篇第1节到12节，全地拢着向上帝出欢喜的声，手歌称赞伊的荣光，用俄罗的话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作为哪里通惊畏？因为你的大宽容，你的对德会降服你，全地会敬拜你，吟诗称赞你，会吟诗学乐你的名。来看上帝的作为，伊对世间人所做真通惊畏，伊互海变成做大地，互伊的子民来行过河。伫遐，阮因为伊来欢喜，伊用伊的宽容永远统治，伊的目睭监察列邦。悖逆的人毋通自高，万民啊，着称赞阮的上帝，互人听着称赞伊的声。伊保存阮的性命，互阮坚固徛在。上帝啊，你有试验阮，锻炼阮亲像锻炼银。你互阮入牢网，用重担系伫阮的身躯。你容阮人驶车碾过阮的头壳，阮经过水甲火，总是你带阮到宽阔自由的所在。感谢上帝呼召阮，亲像呼召保罗甲提摩太一样，来服侍你。求主互阮衷心传扬你所交代阮伫喙中所传的健全信息。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